苹果，你好，苹果，谢谢。好过年，哎，谢。听说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歌曲，哎，但是我想要先问你，你最近是去读什么大学？武木大学。哎呦，什么时候？这是什么样的大学？对啊。哦，这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大学。Oh my god！ 是都在赌博了？没有，其实呢，它是在讲林森北路的文化的一个大学，所以叫做武木大学。好想看哦。是，然后呢，另外呢，我还有一个功课。对，在12月呢也会到这个地方来做演出，就是孟婆客栈。好，那这样决定了。今天你来我们直播间，11月的时候轮我们去捧场，11月先去武林大学，12月的时候我们再去孟婆客栈。哇，都是地点2适合啊。谢谢。啊，那你将来什么新的歌给我们听？今天呢，带来一首台语老歌，那它原曲呢是一首日本歌，叫《Kiniko no Tango》，对 ，Kiniko no Tango。那呢台语呢叫做怀良的播音馆，对，欢迎台语。哎呦，我们这个音响真的很好哈，如同原音重现，好像情侣现场。だからとても過ぎだから別れてきたんだよ君は
已经要下歌了，所以我有4个字忘了唱。可可的是无人知。哎，评你哦，谢谢。我跟你讲了，我知道你刚刚已经被吓到，我们这个音响太好方便，太好了。音乐手老师现场莅临一样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北中南的歌剧院，台中歌剧院真的是浩大。开玩笑，台中歌剧院。哎呦，对对，那我想要问一下，刚刚你唱的这一首歌啊，我听到里面有很多好像很有画面、很有故事的，为什么？你会选这首歌呢？啊，跟我们的主题一样嘛，跟我选一些经典的歌曲。那呢，特别提到这一首歌呢，是因为我有个朋友，他叫小西西。小西西，也可以叫他小文文。哦，小文文，他小网文也可以。哦，小网文。所以加起来叫王希文。王西，文。对，那呢，他就是我的唱片的制作人。哦，你他是我大学的唱片制作人。好巧，我们片头音乐制作人也是王西文。好巧，他找我来的。哦，真的。哎呦，谢谢他，谢谢。因为呢，特别讲一下这首歌的原因是，我们去吃日本料理。然后呢，刚好背景音乐就放了这一首歌。然后他就说，是我们来唱这一首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说，刚好我会啊。Oh my god！ 那就来唱吧。就这样就选了这一首。没想到这个选歌的过程蛮随便的。其实对了，而且重点是他请客，我也不敢多说什么。刚好我会唱。刚好我会唱。那这首歌是在讲什么样的爱情？其实呢，怀良的播音员，大家看歌词都知道说，他其实是仰慕一个女播音员。对，但因为呢远距离的关系呢，所以没办法跟他真的谈恋爱，只能用他的声音来当做跟他谈恋爱这样。听着他的声音，好像是谈恋爱一样。好像有点变态。好啦，谢谢你。我刚刚听我们站边说，你刚特别有交代，一定要有东西要拿给我们，是吗？对，有礼物是不是？我说干嘛这样子？虽然认识很久，可是不用送东西啦。礼物有可值钱，也不是现金，也没有，不是现金啊。是现金。那先不要拍好。好了，谢谢你。再次谢谢我们曲不卡。叫做什么？被遗忘的时光。喜